现代台语版圣经约书亚记第1章，上帝命令约书亚征服迦南。上主的仆人摩西死了后，上主对摩西的助手伦的囝约书亚讲：“我的仆人摩西已经死，当你甲所有的人民着准备好势，过约旦河去我所要赏赐以色列人的地。照我对摩西的应允，恁的脚踏过的地，我拢要赐予恁。恁的领土要对南边的旷野到北边的黎巴嫩，对东边的大河，就是幼发拉底河，迄人的全地，直到日落迄边的地中海。你一世人无人会当赢过你。我安怎甲摩西同在，嘛要安尼甲你同在。我一定袂离开你，嘛袂放杀你。你着勇敢壮大，因为你要带这个人民征服我对因的祖先立誓要赐予因的地。你一定着勇敢壮大，遵行我的仆人摩西所命令你一切的律法，毋通偏左偏右。安尼，你无论去倒位，拢会事事顺利。你着常常读这个律法的册。暝日夜读夜想，互你遵行这本册所记一切的话，安尼你的路就会平坦，事事亨通。我命令你，着勇敢壮大，毋通惊，毋通软，因为你无论去倒位，上主你的上帝一定甲你同在。约书亚准备过约旦河。对安尼，约书亚命令人民的官长去营中逐所在吩咐人民讲，着准备粮食，因为3日内恁要过约旦河，入去承接上主恁的上帝要赐予恁的地。约书亚吩咐路边人、迦得人、甲玛拿西半支族的人讲，恁着会记咧上主的仆人摩西命令恁的话。上主恁的上帝要将恁伫遮安稳徛起的地赏赐恁，恁的某囡仔甲恁的前生拢通住伫约旦河东边。摩西分配互恁的地，毋过恁中间所有强猛的勇士，拢着带军器，做恁同胞的先锋过河，甲因做伙作战，直到上主互恁的同胞甲恁相款。得到上主恁的上帝赏赐因安稳徛起的地，迄时恁才通倒来恁所得到做产业的地，就是上主的仆人摩西分配互恁伫约旦河东边的地。因约书亚讲：你吩咐阮的，阮拢要照安尼做；你派阮去倒位，阮拢要去。阮以前安怎顺服摩西，嘛要安尼顺趁你。愿上主你的上帝甲你同在，亲像甲摩西同在共款。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，无要顺趁你的话，着互伊死，你一定着勇敢壮大。